大家好，好歡迎嚟到 GK 動漫。今日同大家講一啲有趣嘅事情。有個地方叫墨西哥，這裏嘅人好喜歡飲可樂多過飲水。點解會咁鍾意飲可樂？因為買可樂比買乾淨水更方便同埋更平。墨西哥有水質嘅問題，而且唔係日日都有自來水供應，水資源管理同埋基礎嘅設施做得不足，居民喝唔到乾淨嘅水，所以有些人會買水車送嚟嘅水，或者買預先包裝好嘅飲品。可樂就係最受歡迎，而且比水更容易買到。那些士多店鋪賣嘅飲品比賣水多好多。可口可樂公司喺墨西哥建立咗一個非常龐大嘅配送網絡，就算係偏僻嘅地方都會送到。墨西哥有居民一日可以飲超過2公升嘅可樂。呢個地方有好多人都會俾 BB 仔飲可樂，由小到大就已經飲慣，覺得飲可樂係好正常，但其實已經危害健康。有好多糖尿病同埋肥胖嘅問題，以及牙齒嘅問題非常嚴重。飲可樂嘅文化已經存在多年，起碼有幾十年，每日都飲，所以好難戒。有研究人員訪問咗一些居民，佢哋都知道咁樣係唔健康，而且知道糖尿病係會早死嘅，但佢哋真係戒唔到。還有最致命嘅就係佢哋嘅健康資訊非常不足，又唔太了解，政府又幫唔到忙，所以問題一直都解決唔到。好啦，大家聽完之後有咩感想？今日就講到呢度啦，請大家俾個 like 同埋訂閱，多謝大家。